耶穌說：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，不要禁止他們。播道兒童之家秉承呢一個使命，藉住主耶穌嘅大愛，幫助社會上有需要嘅兒童同埋青少年，支援佢哋嘅家人，彼此可以融洽相處。播道兒童之家隸屬中國基督教播道會，由美國播道會宣教士辛路德姑娘創辦。人稱阿姨嘅辛姑娘喺1954年嚟到香港，佢眼見當時孤兒院裏面嘅兒童，無論喺物質抑或係靈性上都非常貧乏，亦得唔到足夠嘅溫飽同埋關懷。於是佢決意建立一個家，讓嚟自破碎家庭嘅兒童可以喺一個充滿愛嘅環境裏面茁壯成長。喺1961年得到政府撥出土地，建立一所獨立院舍。當時喺美籍傳道人李維德牧師協助下，喺美國以廣播呼籲，籌募建築費用。院舍終於喺1963年6月落成啟用。自此，播道兒童之家肩負起為香港社會照顧有需要兒童嘅重要角色。我哋而家咧兒童院護服務嘅名額咧係超過80個，咁入嚟住嘅細蚊仔咧嘅年齡係由6歲到18歲。大部分咧都係由社會福利署同埋其他唔同嘅非政府機構轉介過嚟嘅。佢哋入到嚟住咧，我哋就好似一家人咁樣，一齊咧要分擔家務啦，互相照顧啦。我哋希望可以培育佢哋責任感同埋呢個咧自立嘅能力嘅。當然啦，我哋亦都會有全職嘅家長同工咧，係照顧佢哋日常起居嘅生活嘅。我哋嘅孩子咧，其實同一般嘅家庭嘅細蚊仔都係一樣，喺出邊返學。佢哋放咗學返嚟咧，我哋會教佢功課同埋溫習。如果佢哋有特別嘅困難咧，我哋會安排功課嘅導師去幫佢哋。播道兒童之家十分關注孩子們嘅心靈需要，藉住晚禱同埋其他宗教活動，令孩子們有機會認識基督教信仰。又會因應孩子們嘅需要，釐定個人成長計劃，協助佢哋盡快與家人團聚。我哋積極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多元化嘅活動環境，令佢哋可以善用餘暇，發展所長，身心靈都得以均衡發展。播道兒童之家有見孩子18歲後要離院，缺乏家庭同埋經濟支援，被迫獨立，實在難於過安定嘅生活。另外，響社會上亦有唔少係學歷較低、工作能力或者動機薄弱，要面對昂貴嘅租金，尋找獨立居所嘅青年人，情況亦甚為坎坷。於是響2011年增設青年宿舍及就業輔導服務，為18至20歲呢一群身處逆境嘅青年人提供為期2年嘅過渡服務。2012年新大樓落成之後，我哋有足夠空間全面發展。青年家舍嘅宗旨咧，係為缺乏家庭支援嘅青年人提供服務，希望佢哋揾到份啱嘅工作啦，訓練佢哋獨立生活同埋建立社會支援網絡嘅。響宿舍，佢哋要同其他青年人一齊生活，學習相處同埋分擔家務。另外，我哋會同年青人一齊揾佢哋嘅人生同就業方向，訓練佢哋點樣揾工。有需要嘅時候，仲會提供實習同配對工作。宿舍會定期約生命師傅相聚，希望佢哋同年青人成為好朋友，可以持續關心。就算離開咗宿舍，都有成熟嘅長輩作為佢哋嘅同行者。播道兒童之家本住新阿姨無私大愛嘅精神，以上帝嘅愛培育造就，讓孩子健康成長，支援佢哋嘅家人融洽相處，響社會上榮神益人。希望將由神而嚟所領受到嘅異象，向全香港嘅教會同埋市民分享，見證神賜福呢一度嘅恩典同埋憐憫，期望得到更多教會嘅認同同埋支持。更重要嘅係引起社會各界人士關注嗰啲需要幫助嘅孩子們，從而同我哋結伴成全家愛，薪火傳家愛。